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各位乡亲，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天要跟你讲的主题呢，就是性侵哦，甲性骚扰。哎呦，这即摆才资料。你捌当过哦？我是人甲你性骚扰。拢良心讲，我迄阵拄做小歌星是捌伫歌厅，哎呦，做了一个同性恋的。哎呦，哦，这本圣性。对啊对啊，刚才我有反抗啊。哎呀，无你都迄落。即摆都毋是完毕啊。这哦，我是感觉这性骚扰、性侵这东西。 见仁见智啦，嘛别人讲查甫唔对，嘛别人讲查某唔对。对啊。因为我即摆尤其热天时啊，大家拢喺事业线然后闹平等。哎呦，啊，裙穿平短裤短裙。啊，这个哎，裙啊，穿个安尼倒倒。我有一遍呐，咧开车载阮后生，啊头前一个徛倒摆的查某囡仔，哎真正，迄后壁吼，拢空喺多干那一条线安尼过尔。哎呦。啊衫安尼，啊你看迄安尼人会安怎想？哦。对无？哎，佮后壁迄个裤穿迄个低腰的，对。佮有看到迄个围高迄种啊。尤其迄款少年家啊，吼，涉世未深，你知道？拄仔出入来个呢，拄仔出来社会开始要迄，啊，就看到即款呢。 当然嘛，当袂条。有啊，我做理长时，就去处理一届安尼啊。迄就是哦，伊拢穿，你讲的足老的，我裙足底用要看到内裤啊。结果是一个高中生，逐工甲对等，一届挡袂条。我门开对楼梯头就甲刺落啊，死伤。哎呦，啊来看监视器啊。安尼算性侵无？啊你咧？我是无啦，我是知影讲最近有一个职场性侵。哦。就是咱这几刚的新闻嘛，迄个远航啊，有3个空姐、准空姐，啊，一个长官吼。 好像借用职权讲，你爱搞我安怎让我抱抱亲亲啊，不然，我都无要和你做空姐迄个意思哦，这算办公室的性骚扰。对，就恐怖。对啊，这性骚扰真正是，讲话就性骚扰。爱罚钱无？讲话我哪算性骚扰？是啊，你可以看起来，Q 弟弟哦。 哦，袂使用讲的哦。哎呀，安尼就性骚扰。有诶目睭个滴个。目睭有跳讲性骚扰。是性骚扰，你看你咧看啥物？看歌安尼。安尼哥哥，我会感觉我就无魅力的，拢无人对我的。有人用甲你想的，想的有算无？想的无算。哦，想卖讲出来的拢无算对吧？其实我感觉吼，就用健康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人的清差啦。我感觉吼，就无这个问题。对啦。啊，今嘛吼来看咱轻松佮趣味的调教。好来请。 生理歹罔歹吼，第一嘛要照常跑啦。第二愈跑愈歹，真奇怪。迄逐年的暑假，拢安尼人客拢吵。今年的暑假了嘛，人别人吵，敢若咱这两间都放空赢啦。是安尼，我咧先想就想袂晓呢，是安怎北京民宿，好安尼嘻嘻哈哈咧人遮济，啊咱这两间安尼遐稀微。唉，这是要安怎着好？啊无吼。 聪明，你爱想一个办法。哦，创一个促销活动，袂歹哦。像咱遐过去哦，跳一个海滩无？对。沙滩啊，沙滩了吼，咱来遐促销活动，摕机啊来去啦，啊来遐吼讲讲咱遮有这个民宿，叫伊来遮住，咱搁甲伊拍折安尼，你感觉安尼好无？我感觉无好。阿姑，迄海滩遐吼已经足侪间民宿啊呢，讲可能咱的人客啊去海滩耍耍的，啊这个倒来咱遮住，迄人客嘛无啊。对啦，你啊，去到遐千奇百怪就恁去啊！哎呀，搁想搁想啦。啊，我较少年吼，我想的 idea 较好。我甲你讲吼，咱家己后壁一条溪对无？啊，咱就开放大家来游泳，啊，咱家己的人客拢走去啊。哦，两间人客走遐，生意绝对好呀。是的。有无？君啊。嘿。
奇怪呢，啊，你著讲你较少年较巧呢，啊，记忆那才歹哈。安怎讲？啊，咱那条溪哦，拢会向向安尼侵落呢。哎呦，啊，搁拢会暗闹，万不哩人客去啊，算算的，若发生啥物代志，咱是陪人陪会去哦。嘿，有影咧，有当时哦，迄狗仔的水顶头哦，看无啥物，下面拢会光咧啊装咧。哎呦，哦，迄光咧装像迄什么三角洲的啊，迄有遐过迄船拢有架落去。哎呦，架落去，人一定架落去，佮讲较准对。安尼危险人这危险安尼嘛咧，看有啥办法无？你去找紧的啦，想看觅咧。啊，注意安全呢，是感觉安尼啦。要去溪仔遐耍会用钱，但是呢，爱有一个吼真牛的迄个救生员，救生员若伫遐哦，啊，这下万不离若有人安尼降的时阵吼，救生员出来，咻咻咻，就咧个救起来哦。哦，安尼有理哦。对啊，你头仔你讲啊，甲迄咻咻咻，敢若武侠的呢。我意思是讲，迄个救生员啊，足牛的啦。虽然讲安尼有你问题是你要倒来找迄个救生员，遐搞安尼咻咻咻的。咱大家吼小听我讲者，我找着啊，找着啊，有即款的人，有影哩，咻咻咻这个。这人敢谁人咯？哈，我。大家注意，来，我甲你讲吼，天天的队徛这边，开心的队徛这边，来，开始换。就安尼哦，哇，更麻烦着。拢徛好啊吼。还佫有啥物人无够无？你。你，哦，你还佫扫条条都无啊？是弟弟。开心的。这边敢若佫欠一个。不啦，我这边吼，安尼游啊捞啊捞，我敢会使迄边较拄好。袂用。佫有一个。佫有一个啊。特别为你介绍。真的吗？特别为你拣。来。谢，安尼讲，继续搁倒来，这有传。安尼好。有精神。安尼，无咱来哟，甲恁讲一个规矩吼。这规矩就真简单，吼，摆拢听我的就对。即摆先报数。好，来报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 7、8、9，才好来呀！哈，哎呦！你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哎呦！你啊！十哦，因为十好来呀！哦，听到这骨头拢酸去。安尼好，咱即下开始哦，我甲恁来做一个暖身操。咱要收水之前吼，来做一个暖身操。因为收迄水是冷叽叽，你若跳落吼，拢会揪脚筋。不但揪，还佫会揪脚筋。所以吼，你爱做一个暖身操，才袂揪，才袂了揪脚筋哦。来，大家小徛较水一点。来，大家听我讲吼。咱要做暖身操之前，咱先吼来问恁，会晓收水的人请举手。教练会晓。啊，恁拢袂晓？袂晓收水的请举手。真正拢袂晓啊！袂紧，这收水真简单，我来教恁落啊。即摆先做一个暖身操，来，先来，1、安尼，脚，先正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好，大家会晓做吼。去甲咱那收水的所在，咱搁做。即摆换手，头来是脚，来换手吼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。喂，你两个谁啦？刚刚看啊！喂，好啦，你脚拢伤翘啦，你身材伤好，安尼会回着伤过。干嘛？我是按照看个是安尼，我毋是挑剔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搁安尼，我叫你发来。好，先落去伏地挺身。哇！
钱你就落去，我可能你才爬起来啊。钱都给弄过来。对啊，来，预备动作来，啊！预备动作。爱听指挥官的。啊，来，进。好，下去。我跟你讲吼，所以咱无论什么团体生活，一定要有规矩，若无规矩哦，团体生活拢会乱去。所以这做真歹的示范，一定要甲处罚。爱出管，爱看落嘞，爱看落嘞。哎呀，所以讲，伊那比错，哎呀，还没有说一半。所以未说二，来二。背不起来啊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爱黑白讲摸家真的效果就是。这个是规条，我无摸啦。啊，这样我要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咱这个规矩就是讲去海滩的时候，要去沙滩的时候，咱穿愈穿愈少愈好。穿迄个比基尼啦，哦，3.4的迄个呢，还是迄个呢，反正是布料较少的较好啦。因为安尼游起来收起来吼，较无迄个阻力。那点，你大家拢无敬业，不然我跟人我听教练的话。还有了嘛，已经穿好啊啦。所以咱即马我讲解散了，大家入去换衫。好，来解散。换衫。美丽啊，喂，你穿安尼真正是水，无简单的。我毋知你体格遮水，身材好，真正敢18岁查某囡仔。感谢你的娱乐。啊，毋过话讲倒转来，安那？我是足无爱你穿安尼啦。哦。唉，因为我是虽然讲足爱看，啊，毋过我惊别人会看着，别人会看着我就损失诚济。会生啊？喂，你足奇怪呢。安怎讲？吼，你是咧食错啥啦？我的这身的打扮是为着咱民俗的生理呢。啊，有啊吼。哦，你当作我为你穿的哦。哦，你意思讲你为了咱民俗牺牲呢，遮尔大。对。安尼吼，安尼好啦，安尼我失礼，无你吼，讲去换身书，佫较拉的嘛，无要紧。咱若为着你，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就足拉的吼。好啦，来去溪仔边的咧。好，行。啊来，过瘾，来换较紧哦，来衫裤换较紧哦。集合。来，关紧哦。无擦防晒油，这款日头哦，一定会晒伤啦。你讲这个话，就是表示讲你真正内行的。真正这款日头吼，什么时阵上毒呢？就是早起时啊10点，甲下晡时啊2点，这个中间上毒。这个是紫外线哦上济上高的时阵，所以哦足强，你家己皮肤一定会晒伤，所以一定要抹防晒油，知无？对，到来你讲啊吼，咱就爱听吼。这吼，抹较食，抹较食哦。这个吼安尼来炖吼，这会食，啊，搁再经过头食。哦。哥哥，你是好呗？你足过分的呢，帮我抹一支手尔，你就走去甲别个辣妹无？你又要落水？我一手袂落。你要落水，遐都拍赶紧啦。袂使，你有太阳足高的呢，袂使啦，爱抹啦。爱抹。讲真正啦，到来你讲吼，这防晒又真重要。尤其是吼，迄有诶吼，查某囡仔人也好啦，讲是吼倒喺海滩遐吼，倒来做日光浴吼，讲倒拍哦，拍个脚，讲哦，真哦需要黑水，但是讲个真危险咧，电视有咧播咧，捌倒拍死人了，所以你抹防晒又真重要。有当时啊讲无拍死人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今日伫拍个皮肤癌咧。哎呦，有影。对了，皮肤癌你就艰苦啊，大家赶紧抹，不好食。啊，阮怎么叫我家己抹好啊？啊，你莫甲我抹一个。啊你哦，歹势，我手吼忽然间揪筋啦嘿，搁只若好势来我吼，嘿，歹势啦，搁只若好势来我。我来抹好啦，好，我你来，我帮你抹。对。大家拢知影嘛吼，这个收水方面是真危险，尤其是这个外口这个溪啊吼，这个水性咱唔知，所以你收起来吼，倒位啊会危险，倒位袂危险，你哪个唔知？今日有我较早就是反抗救国军。所以我足好收水的，但是我甲恁讲过，我起码唔是要讲这个蚵仔的代志，我讲另外一个故事。较新的吼，较新的，这个故事就是海拔。海拔，迄收足紧的迄个海拔。海拔咱大家捌看无？哦，电视捌看，电视捌看。真的你拢唔捌看嘛？我刚才收水足紧的。我不但讲我捌看，而且呢，我搁捌食过。保育类呢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代志已经是40几年前。加在。所以讲迄当阵呢，我不但甲掠，我掠本来甲要甲饲，因为我要送转来台湾这个动物园嘛。啊，
但是那个饲3工了，开始目睭红红啦，就拢唔食物件。你若海爸哥一直讲哦，日头就入要落山，到底是要去收水啊，无爱对，我去注意着啦。来，即摆话咱要收水进前来找着乱身操，叫咱教练来教。好，来走。好，来，先逃。好来按棍啊，按棍那个摆动哦，正平势来倒平，倒平势来安尼吼。手，好来换手，好啦，换手，镜头啊，厉害吼，放好对。来摇，安尼较袂揪筋哦，落水袂揪筋。啊，我卡。这大板筋你等下了好卡。哎呦，这个一拉咩来啊？有水。来，做。来跳。跳者，跳管再看敢会着。你哪跳哪管啊？无啦，迄个个子比较矮吼，伤加看无啦。是啥物看无？无啦，我咧看风景哦嘿。你黑白来，你来这根本就唔是要唔是要来收水的，你根本就要来拍起来嘛。无啦，就算讲这有加减猛看你真正无够认真的。拜托我想尊重你教练呢。即摆40岁剩一支嘴尔，讲什么救国军？哎呦，不才知影你救国军了不是？我教。既然你若不爱相信，无咱两个来三输者。要输啥？使你啊！安尼啦，咱来唱水味。唱水我定咧唱，拜托。安尼水人安怎？歹看面安尼尔好，安尼尔，好，忘记。下来。来听我讲哦，请问你几岁？我姓黄啊。黄先生，你有什么意见无？意见？最后的意见？我不一定会输啊。我跟你讲吼，输的人安尼。我若输，我啉这桶水；你若输，啉这桶水。我较会好哦。你有才调无？有啦。为了你幸福，我连当较久。喂。你两个冇熟悉？无啦，久就熟悉啊。我为了你幸福，无要紧，咱两个来拼者。好。我分批了，咱开始。好。记时间哦。好，你记时间。来。我你唱水味，15秒。哦，好简单嘞！哇，真久啊呢，还是偌久啊？1分钟啊！1分钟啊呢！你赢，赢定啊！这你赢啦！喂，你都赢，头起来啊！安那呢？别脱裤啊！有人会按 CP 啊！我赢啊！但是偏势你无赢，你是阵个迄个分歧呢？安尼啊？输的人去参加啉落了。佮差不多嘞哦，你教练嘞，佮讲输的人爱啉嘞，是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你讲咯，人际关系互动。人你讲哦，钱无两个博袂单。这啥意思？你讲了一个钱啊，甲迄落伊那会单，袂锵啊。哦。你甲迄个茶嘛袂锵。伊甲迄个粿顶头嘛袂锵。啊，这水。迄个头。哦。你就安尼两个钱落去博，锵。啊，有足香诶。就敢若一个查甫咧，一个查某。哎，查某拢买菜伫行。
啊，这查甫嘛是家己，伊就无爱插伊啊，无爱滑头啊。但是这有一个步数，就是讲吼，迄个查甫从来莫家己，从来开始滑头做走。迄个查某就奇怪，安怎？啊，就是家己啦，关系，安那无家己啊？伊就感觉足奇怪，哎，一回头去甲看，哦，这安尼就对啊啦。哎呦，这无讲法教咧，这孙子兵法啦。你拍这拢用安尼哇？厝年迄个翁仔某啊，吼，也是讲兄弟姊妹拢共款啦。一个若咧受气的时阵吼。讲两句啊就好啊，莫啊一个紧点去边啊，就袂阁继续挽落啊啦。这就是钱无两个半点钟。哎，就冇这个意思啦。那我读册的时阵啊，国中的时阵吼，去老师叫开罚站哦，来那个站起来讲怎么？你们两个为什么讲话？讲老师我没有讲话啊，是伊跟我讲的。老师讲哦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是不是就类似咱这个什么钱无两个半点？老师讲啊，你莫甲讲话，伊敢会甲你讲我转起来老师没？对啊，像我嘛是啊，我讲啊时阵吼，甲人冤家迄嘛是安尼，伊甲我滴一个我不爱插伊，滴两个我第三个我就甲木落啊。我袂当忍嘛三届啊，对，啊两个相拍，啊这嘛是两个，啊算我那博单啊。你若啉过第三遍，就啉过就好啊。迄阵我才上病院啊。阮某的佫无共款，阮甲阮某的迄个互动无共款，像阮两个为着小可代志都爱吵嘴拌嘴，但是到尾我拢会想溜去，我就从来莫吵，行去迄马兰啊，迄灰压压的、水蒙蒙的，冷却掉。哎呦，强啉水强强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。等下我就甲某讲啊，他都拢我的唔对啦。啊，你也看多好啊！哇，心好男人呢，好牛后呢，在不管感情也好咧，这阵过会生吼。有影，这是感情好，唔知诶，哇！诶，讲你会说是咧学了你安尼，好啦，身体用感情，无莫甲你学了啊啦，这个30分钟就够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啊！诶，今日天天又开心呢，奉劝大家做任何代志拢爱啊，咦，心头掠好定。搁在阮斗相情，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无过的中秋。怎样搁再掠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，甘愿为你牺牲，望天来。